立法院嘛冻结态度真侪笔客委会预算，引起客家族群的不满。今仔早起，南部地区有12个客家团体做伙站出来反对恶意台检，因话讲乌白台预算客月会长。有团体佮讲，若被两党的做法是一种整造的迫害，爱因未来在选举的时，莫佮讲家己是客人。减预算，合法委团。大声发出口号，爱伫贵行预算，针对在野党伫贵联手要提中央的总预算，其中客规划114年度的业务经费，互人冻结30%，媒体宣传费1亿329万5千块，抬掉60%，做一摆多买6200万，引起客家族群的强烈反弹。客委会在各部会里面预算是最少的，那结果还要去删除，还要冻结，那我们客家的权益要怎么样的维护？少数族群的部会的预算，把它做不讲理由的把它大部分的删减，这个是对台湾价值的否定。根据客委会资料，台湾有2300万人，其中客家族群有将近467万，占总人口的19.8%。高雄客家青年会理事长讲，这大部分的宣传经费拢是用来推销客家文化的费用。这几年透过歌曲、戏剧的推销，真无简单，才互少年人对客家文化产生兴趣。大家开始来学讲客语，现在宣传经费大减，登记是要靠因的紧。这是对少数民族的种族迫害。不要到选举的时候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客家人，每一个到选举的时候拢台港后，到了真正需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就来砍我们的预算。因为立法院22因两天拢伫进行总预算的表决，20早起，南部地区有12个客家团体最近召开记者会，针对客家族群要求撤回台预算的诉求，提案人国民党立法委员林书明办公室回应讲，林书明是针对业务会费来监督执行效率，只要客委会提出详细书面报告，就会当改动。若媒体宣传费的部分是国民党团的意见，伊无法度来代表回应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